水嘅世界真係好冇鬼精，三態變化睇到你都覺得勁，並係固態硬過石頭唔講笑，令到以下分子排到好整齊唔會亂跳，升溫少少冰變水液態好自由，倒落杯跟住個形狀走冇得漏，再熱啲100度水滾到跳舞變蒸汽飛上天，氣態最自由冇得輸。水嘅三態睇到眼花。其實好簡單，熱能加減變化即刻見，冰變水，要化嘅過程，水變蒸汽，沸騰蒸發好自然。反轉嚟講，氣變水凝結唔難，水變冰凝固夠凍就得啦。水循環一見，天氣靠佢轉，雨雪雲霧全部都係水嘅表演。水嘅三態睇到眼花。水嘅秘密仲有好多嘢講，佢嘅密度凍咗反而會膨脹，輕斷結合令水特別強，溶解萬物科學上好有份量。水嘅三態科學解釋晒，固態分子慢，熱態做崇拜，氣態分子最變是為飛唔停，熱能溝動變化物理能睇得清。記住呢個 flow， 水嘅科學好實際，三態變化溫度同能量嘅遊戲，下次見到冰同蒸汽你就知佢哋係乜，水嘅世界科學解釋晒。